这两只狗仔呢，续来要耍的是闪红仔标，闪红仔标，甲伊大力甲闪落去，闪喙皮的闪。会当两个人到4个人佚佗，咱讲好，一个人要出几张红仔标，甲这所有红仔标读做伙，决定一张王牌。读做伙了后，第3点，大家轮流用一张牌仔甲规塔的牌仔扇过去，送会当甲迄张王牌拍出来，分开，迄个人就赢，而且当甲所有牌仔摕走，这是非常刺激。啊，咱两个决定要出几张？10张好啊，好无？张好。摕10张。10张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咱甲读做伙。安尼咱要用对一张？这内底拣一张出来做王牌。王牌是哪一张？王牌。王牌。等下咱要甲对一张摕出来。里面都没有。对。那应该就是那个皇帝了。好。对一张。这张。迄塔牌仔麻烦下咧，拣出即个唐三藏是无？皇帝啊。咱甲下伫遮。好。中内底王牌个迄个，插伫中内底。对。插伫即个牌仔中内底。好，开始看啥物人当甲即个王牌甲选出来。开始。你先。我先，我用即张。好。哦。迄是我的。哦。要走出来啊！换你。我看到一张牌仔咧，请，要甲大力甲伸落去，无出来，着你。下了上下骹，爱伸足久的。嘿，脑船要走出来啊！到底伫倒位呢？你是无食饭是无？我船有看到伊个头啊，伊个头伫遮，敢有看到即个人王牌伫遐？哇！一张摕一张啊！来，咱要甲即个张伸出来。伸出来，加油！着你。该伸出来。可能1点钟了后，阮会甲伸出来。该伸出来。好，咱就是安尼拍。一直看啥物人甲即张王牌当拍出来，而且家己一个所在无含别张牌仔连做伙，咱即个人就当甲这所有的牌摕走咯。啊，咱准讲是即个一只狗仔，伊甲即个拍出来咯，王牌选出来咯，所以这拢是互伊赢去咯。